嘅啦，全部冇爬過。未爬過嘅。未爬過。保守估計2粒鐘裏邊啊。有一頸啊。一頸啊，跑嘅唔得，我慢慢行可以。有一座山太平山有一頸。跑啊！爬。而家你就會感激我。哎呀，邊個？誒，我就期待你咁啊。多代水。冇水。喺高嘅路。还有后面还没有了，还没有到。我还以为这样。你等咯，因为我觉得很难排。等一下，后面还没有到。宝宝吗？真的。下一次哦。大概多少人数？不多。無聊啊你！哇你噴氣俾我。真係兩隻耳。我们走一些比较等往下到不到？往下到。自己裝。揾過佢啫。失望啊！條繩。通開啊！你嗰條繩通開咗。你應酬下，拉佢兩下。佢帶我哋兜來多1粒鐘。会有品味吗？不需要走那个绳子的位置都可以。我又變翻拉尾開喎，你喺前邊啊！先未開幕，未開幕啊！我仲有好遠冇啊！唔係好遠啫，你最少行可以1大半可以。佢就係咁樣直一條，係咁上，係咁上，係咁上。最驚佢又落翻嚟嗰種，又上翻嗰種，我諗啊！係呢啲真係出汗喎。落去海灘嗰度再上翻嚟啊！咪已經好睇喎。哇！好大碌啊條繩。包山嗰度喎，唔係我哋嘅。今日我包山咯。誒，咁我有一個樓梯啦。樓梯俾你爬嘅，翻樓梯㗎。這也是要什麼？運用一下它的那個功能的。哇！我每次講那個脫降啊，可大了，就一直爬這個咯。咁恐怖㗎！冇人講嘢嘅前邊。冇山頂，冇講嘢。冇嗌一聲嘅。係咯。哎呀！到咗你啊！還沒有到啊？上來先才告訴你哦。我上海線。可以的
噶啦，冇睇先上嚟先。做咩啊？差唔多啦，到咗啦嗱。咩啊？呢度幾高啊？咁度識到聽啊？光嘅。走路車啊咁，黑風咁就冚車。你點樣跳落去嗰度？啊，都幾斜啊300幾 M 好似高咁樣。呢個都幾食力㗎，人生我都係啊，淨係呢一格啫。